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4位竞争者，经过昨暗的民调，今公布结果啊，由立委赖瑞良赢过区议员0.6%，要含接国民党立委关子温来拼这高雄市长。赖瑞良强调讲呢，会来把这高雄的未来打起来，也会把高雄守护掉。高雄加油！高雄加油！面对镜头，民进党立委赖瑞良看了心情真好。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4个要出一个，竞争是真激烈。民调13出来。赖瑞良排第1，赢排第2的区议员。赖瑞良会代表着赢参选高雄市长。伊强调讲，一定会守护高雄的发展甲未来。我也会全力的来继续争取我们3位同志跟所有的市民的支持，所有的从政同志的支持。我相信我们会团结一致。根据民进党公布的民调，4个候选人甲国民党关子温来比，赖瑞良以55.99%排第1。区议员排第2，摕到55.38%，柯志佳排第3，林大华排第4。区议员虽然有现任市长，但期卖小天。不过，这个差无较1%全输去。第一时间还是展现风度，接受结果。先恭喜赖瑞良，嘛讲会继续为高雄打拼。我也祝福赖瑞隆，那也希望未来跟高雄，就像我说的，一生悬命，一生会奉献给高雄。恭喜赖瑞隆委员。面对未来的挑战，我们将会团结一致，守住高雄。只要制度公平正当，就没有脱党分裂的选项。今天结果出来了，我用同样的态度面对，我愿意承担。柯志佳回应讲，会做伙守护高雄。林大华强调讲，尊重制度，袂离开民进党。但伊嘛表示，初选了后，上界重要的是年底的大选，延续民进党执政。初选难免。就是竞争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选后能够团结一致。未来就是柯真跟赖瑞隆的一个决战，甚至你可以说是柯真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，资源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未来高雄市长会是一个以小博大、逆转的一个方式。对手确定是赖瑞良出线，关子温表示会出现甲新潮流的对决，伊会伫3月份提出政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